伊煮的母牛，伊予我一支竹枝。母牛转去竹仔堆，搁走过来。即摆伊予我一支中指遐粗的竹枝。搁来，伊向骹只撇倒平伫路边的田花，皮皮窜伫遐等其他的查某伴。我和下吉子一直行伫头前10外米的所在，就是讲，去慢调，曾经要倒会使呀。母牛的声音忽然进入我的耳孔，我回头，看到母牛和饲药裤同齐行，老母和尤里靠伫因后壁。饲药裤敢若毋知我回头看因，讲：对啊，你紧去甲讲，安怎？因仔像在议论我，可能是饲药裤讲我的喙齿无齐，母牛才会提出装金喙齿的代志。因讲我的面相，我并无苦恼，颠倒感觉真亲切。毋过我无想要听详细。因搁继续细声讲一困，我听到母牛讲：是真好的人呢。是啊，看起来是好人，真的是好人呢。好人就是好嘛。这款话听起来单纯搁直接，是天真透露感情的声音。这互我嘛真心感觉家己是一个好人啊。我心情爽快，抬头看四周明亮的山峦，目睭煞有点仔涩涩。20岁的我一再深深反省，感觉家己的性格去互孤儿情甲斗郁，我无法度搁忍受迄种喘袂出气的郁卒，才会来依主履行。自安呢，有人经济社会上一般的意义，甲我看做好人。我实在是感激不尽。山峦愈来愈明亮，伫尾到是莫大的海埔啦。我海拄食迄支竹拐仔，沿路出秋草的尾溜。途中，每个庄口拢采一块牌仔，去遮甲走抢的不准入来。